迄件是发生伫台中，有一台超商的物流车落货落了，要到后一站。也毋过，这个货车的门锁无好势，结果一路上，这个货车门是安尼劈的，转去共劈到一个机车的骑士。第一时间，这个货车的驾驶根本就无知觉，是这个骑士一路约超过10米远，才甲车砸落来。警方讲会照规定来开单，超商的总公司讲会加强人员的训练。一个货车要切入车道倒起步尔，后道的门煞雄雄开开。边仔这个桥倒摆人直接和这个货门卡着，险险互弄倒在地。不过这台车的驾驶敢若是呢，唔知影车继续驶，货门就安尼开一个，一直害。后壁有几台乌倒摆一直二喇叭，不过这台车依然无停落来，驶超过100公尺，被卡着这个人甲车砸落来。应该是伊货车家己无注意吧？很夸张啊！这么说？因为就是会影响行人的安全。代志发生伫台中市太平区一间超商外，昨下晡4点外，这台甲超商配合的物流车，这个驾驶敢若是无将这个门关好就上路，才去卡着人。等到现场，都有一台物流车咧卸货，今海驾驶讲有可能是门关无好。就是安尼开开，有可能是安尼，所以驶行了门才开开啦。应该是迄个司机应该是无靠好啦。后道的门关不好势去卡着人，警方讲当时无接到报案，会依照规定找人开单。将依据《道路交通处罚条例》第30之1条自单举发，最高可处新台币6000元罚款。超商的总公司强调讲，第一时间已经关心消费者的身体状况，并且有会实例。这摆事件是委外物流厂商运务署的疏信，会加强人员的教育训练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